從前有位盧先生向道士訴說生活困苦，對方為他煮一鍋小米飯，同時贈送一個枕頭。他倒下就睡着了，夢見自己榮華富貴。待到他一覺醒來，小米飯還未煮熟，將盧先生改為梁先生。尤小姐也頗合適。12天的議員夢，4年1000多萬元的豐厚薪津，因為法庭一聲隨響而驚醒。現實往往比故事情節更悲慘。盧生並沒有損失什麼，而梁游兩位因為輸了官司而需支付數百萬元的訴訟費，如今決定一路打官司到終審庭，至少又要500萬元的律師費。如果眾籌不到這些錢，傾家蕩產是跑不掉的，破產也是完全可能的。不見棺材不落淚，有些人是見到棺材都不落淚。高院判決說得清清楚楚，香港即使有三權分立也是有限制的，因為立法權高不過基本法，不管全國人大有沒有釋法，判決結果都是一樣的。所以即使上訴到中院，結果恐怕也沒有什麼兩樣。何況打官司曠日費時，除了浪費錢財，更是浪費青春。至於向外部勢力求援，更是白費功夫。你們是在搞港獨，外部勢力最多只能暗中支持，怎麼能公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呢？棋子一旦失去利用價值，最終只會淪為棄卒。從身高良準的尊貴議員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。更大的問題是如今淪為雙失廢青，找工作也未必有人願意請。當然啦，天無絕人之路，雖然兩人口才差勁，智力低下，但勝在臉皮夠厚，不知羞恥為何物。加上尤小姐以一句年輕人想搏嘢都揾唔到地方名聲大噪，有人建議他們發揮特長，誰敢說搏不出一條發財路。尤小姐也頗合適。12天的議員夢，4年1000多萬元的豐厚薪津，因為法庭一聲隨響而驚醒。現實往往比故事情節更悲慘。盧生並沒有損失什麼，而梁游兩位因為輸了官司而需支付數百萬元的訴訟費，如今決定一路打官司到終審庭，至少又要500萬元的律師費。如果眾籌不到這些錢，傾家蕩產是跑不掉的，破產也是完全可能的。不見棺材不落淚，有些人是見到棺材都不落淚。高院判，從前有位盧先生向道士訴說生活困苦，對方為他煮一鍋小米飯，同時贈送一個枕頭。他倒下就睡着了，夢見自己榮華富貴。待到他一覺醒來，小米飯還未煮熟，將盧先生改為梁先生，決說得清清楚楚。香港即使有三權分立也是有限制的，因為立法權高不過基本法，不管全國人大有沒有釋法，判決結果都是一樣的。所以即使上訴到中院，結果恐怕也沒有什麼兩樣。何況打官司曠日費時，除了浪費錢財，更是浪費青春。至於向外部勢力求援，更是白費功夫。你們是在搞港獨，外部勢力最多只能暗中支持，怎麼能公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呢？棋子一旦失去利用價值，最終只會淪為棄卒。